上次就同大家講咗 Reykjavik 入面有啲咩玩同埋有啲咩餐廳食，今次呢條片就講我哋報咗個團去黃金圈。第一站嚟到嘅就係呢個火口湖，呢個係一個6500年前形成嘅火山口，環繞個火山口行一周，會見到呢度係磚紅色嘅泥地。火口湖嘅形成係由於火山爆發之後岩漿減少，於是上方嘅岩層凹陷形成盆地。喺落雨同埋融雪之後，落喺盆地嘅積水呢，就會形成而家大家見到嘅火口湖啦。喺去第二個目的地沿途都見到一啲冰島馬。冰島馬嘅特別之處呢，就係佢哋比較細小溫順，而且仲係純種馬。睇完馬之後呢，我哋都去到第二個目的地黃金瀑布。呢個瀑布係好宏偉，但係都真係好大風，所以我都只係遠觀去感受嗰個氣勢。第三個目的地就係間歇泉，未正式去到最大嗰個間歇泉，沿途都已經見到呢啲地熱水。見到呢度咁多人喺度等，就知道嚟到呢個間歇泉啦。呢個間歇泉係每5至10分鐘噴發一次，所以都係需要一啲時間等待。佢嘅原理就係在於一啲地下蒸汽將地下水逼出地面，最後造成噴發嘅現象。不過其實我哋嗰日見到嘅已經唔算高啦。而當大家睇嘅時候，見到個水面開始有啲水滾嘅跡象，就代表應該係差唔多時候爆發啦。最後一站就嚟到辛格韋德里國家公園。一嚟到呢度，首先就係會去咗佢嘅觀景台先。呢度其中一個特色就係佢係位於歐亞板塊同埋北美板塊嘅交界帶。呢度有全世界最早嘅議會之一嘅遺址。而我哋行緊去嘅法律石呢，就係當時用嚟召開冰島議會嘅地方啦。會有人喺法律石呢度宣講議會事項，亦都會有人喺度發言演說。咁呢個就係冰島黃金圈嘅4大重點景點啦。去到冰島嘅南部，第一站嚟到塞里亞南瀑布。呢度呢又有另一個名叫做水簾洞瀑布。見到右邊有啲遊客，佢係直情可以行埋去瀑布嘅後面。除咗個主瀑布之外，隔籬都仲有啲小瀑布。不過大家去嘅時候呢，最好就係着啲會防水嘅衫、褸同埋鞋，因為我就算唔係行得個瀑布好近啦，但係都已經見到有好多嘅水氣同濕氣。下一個瀑布就係史可加瀑布。喺側邊行埋呢條572級嘅樓梯呢，你就更加可以睇埋瀑布嘅高處。呢度更加係發夢王大力險、雷神2同埋權力遊戲8嘅取景之地。同樣地喺瀑布嘅周圍都係有唔少嘅霧氣，條樓梯都係濕濕地，咁所以大家上嘅時候就小心啲。行到咁上下唞一唞嘅時候，回望返嘅風景呢都好靚。當有太陽照射落嚟呢個瀑布嘅時候，呢度會出現一條彩虹，所以呢個瀑布又叫做彩虹瀑布。不過我哋去嗰日呢就比較多雲，咁所以呢就冇彩虹嘅出現啦。而呢度嘅樓梯有一部分都係比較鬆，咁所以大家行落去嘅時候都要注意下。而喺2個瀑布嘅中間，大家都可以去下呢個埃亞菲亞德拉冰蓋。冰蓋下嘅呢一個呢，其實係一個火山。以近期嚟講呢，佢喺2010年曾經2次火山爆發。繼續向南部出發就會嚟到黑沙灘。嚟呢度之前，導遊都再三提醒我哋唔好行得個浪邊太近，唔好睇當時風平浪靜。但係當潮漲嘅時候，啲浪的確係可以大到捲走成個人。呢度嘅沙之所以係黑色呢，係因為佢係嚟自附近嘅卡特拉火山，嚴格嚟講都可以叫做火山沙。而旁邊嘅玄武岩柱就係因為熔岩漿噴發之後凝結而成嘅。行完黑沙灘之後，就終於嚟到我自己最期待嘅環節，就係冰川健行啦。個團係包含晒你所需嘅設備，包括冰褲啦、套上鞋嘅冰爪同埋頭盔。呢個就係喺上條片所提及過喺博物館嘅電視熒幕入面見到嘅嗰個 S 字頭嘅索爾克馬冰川。教練同我哋講，喺10幾年前呢個冰川係大好多，而家見到嘅係一啲零零碎碎嘅，而估計大約50-60年之後，成個冰川都會融化晒。
講返行嘅部分，我一開頭都用咗一啲時間先可以適應用呢個冰爪行路。行呢個冰川都有上斜同落斜，如果有行開山嘅朋友可能會容易啲適應。不過佢比起行山更加難控制嘅呢，就係因為始終都係冰，所以都係會比較跣。行咗一段時間之後，終於嚟到呢個平地，望到一個咁靚嘅景呢，就覺得頭先嘅辛苦都係值得嘅。沿途都見到呢啲冰川流落嚟嘅水，雖然有啲人呢就話呢啲冰川水可以直接飲用，不過可能咁多人行過啦，所以我就冇咁做啦。教練亦都有劈開咗一嚿冰，因為冰川擠壓嘅壓力，而喺太陽嘅照射下就會見到呢嚿冰右邊所透出嘅彩虹光啦。之後教練就帶咗我哋去一個冰洞，大家見到呢啲冰係呈現出藍色，係因為冰曾經擠壓之後連氣泡都壓迫出嚟，入面嘅密度變得更加高，折射之下就會反射出藍光啦。咁所以就會形成而家大家見到覺得好靚嘅藍冰。冰洞入面仲有啲好天然嘅冰川水，不過冰洞嘅入口好窄，亦都好跣，咁所以大家真係要聽實教練嘅指引。行完冰洞，我哋就行返回程嘅路啦。索爾克馬冰川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呢，係因為佢係覆蓋住卡特拉火山，所以呢度嘅冰係混雜住火山灰，形成黑白交集。行呢個冰川時候有啲感慨嘅地方就係會見到因為地球暖化帶嚟嘅禍害，見到由呢度原本嘅小溪之後融化到成為咁大嘅鴻溝。冰川健行畢竟都係一個幾需要體力嘅活動，所以建議大家前一晚不妨瞓得飽啲，同埋帶多幾條 energy bar， 而且真係需要經驗豐富嘅教練或者嚮導。下一集繼續喺冰島，會去冰島嘅西邊同埋斯內山半島，會喺嗰度逗留2日1夜，繼續睇好靚嘅瀑布，行熔岩洞穴、斯內山半島嘅黑珍珠沙灘，同埋呢個大家驗眼嘅時候都有機會見到嘅紅色小屋。